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3月3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第一个天高的病例已经出现在安南区，疫情比过去提早真济，嘛互市府神经病甲安。对此，市长赖清德30号下晡特别前往安南区海淀里、甲永康区南园里来巡查，大力宣导安怎防治漂变疫情扩散。市长赖清德30号下晡专程来到海淀里视察，因为这除了是今年天高的首例，嘛是过去安南区一旦延烧，拢是高疫情的所在。会中，市长赖清德伫区长甲升级，当地里长甲环保卫生单位的陪同，除了伊检查后尾巷当中的水沟，包括沙网的铺设，以及提醒清水爱倒油以外，沿路所可能积水的塑胶袋啊，还是容器。连机能卡买卡好嘴，市长要求里长一定要动员志工顺头看尾，将第一类的区域控制，避免扩散。而且嘛，呼吁曾经得过天高热的民众，更是要加强自我保护。总共50个里有登革热的里里面啊，它是排第3名啊。第3名。那今年的登革热疫情啊，第一个病例又发生在海淀里。所以我们非常关心呐，那里长是资深的里长，应该算有经验的，是，有经验，要用正确的方法，然后旅这边动起来，里长下个的技工动起来，然后需要区公所协助，或是需要环保局、卫生局协助的地方，大家共同来做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防疫才会成功。为了当年的经验甲去年的教训，其实区长甲里长拢真内行。日前除了以访视该里143个案，嘛针对当地出版外籍人士的文宣，加强卫生教育，并再次呼吁里民总动员。因为人口密集所以发生疫情迄阵又可是市长咧讲这埃及班轮90%拢在你的厝内，所以那一个点差不多拢会迄个群聚感染的现象就拢发生了。100%海淀里就是因为群聚感染，所以咧发生的疫情咧控制拢爆发得较紧所以这个状况是恁这个前身。那么目前咱今年要防治的我嘛对海淀里的143个案例阮的国家阮这2天已经处理了因为会得登革热的人，是毋是伊平常时拢会无注意，是伊厝内环境特别脏乱，所以阮去年得的人，阮就优先去甲清。为了市长赖清德嘛特别赠送一批防蚊液予该里，同时设计拍拼为家己的口号，避免再受天高热威胁。拼就是拼资生源针对解决，为家己就是爱喷防蚊液。爱穿长手远的衫，安尼时阵呢，较袂去互传染着，嘛袂去传染着别人。所以我今天来到海淀里，我们台南市今年疫情第一个案例就是海淀里，送防蚊液给里长，然后协助他，谢谢，跟他的志工邻长在做防治工作的时候，好好保护自己。也请里长能够将这样的资讯给我们海淀里的所有的里民。台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着互弱势家庭的囡仔买当收到儿童节礼物，上我伫县王家镇甲文化派出所的牵线之下，有爱心企业特别赠送台东甲德国国小总共22台的脚踏车，要互因欢喜过节，场面温馨。位于东区的台东国小，上午来到一台箱仔车，载满果水的脚踏车，拢是爱心企业要关护弱势家庭囡仔。因为对这群学生来讲，儿童节就要来临，却无时间加能力来庆祝，所以当因接下这份礼物的同时，迄份欢喜加满足的表情，使人欣慰。伫出席这场爱心行动的议员王家珍加文化派出所拢到场共同见证。
非常非常感谢啊，这些低调为善不欲人知的厂商好朋友们，他们老早其实就发心，譬如说捐助一些轮椅，放在文化中心隔壁的文化派出所，方便一些这行动有所不便的朋友们去看展览的时候，能够有轮椅协助他们。我们是看到这个讯息之后，跟文化所了解是哪一家好心的厂商，结果接上线之后，这个厂商好朋友呢，他们也讲得非常的诚恳殷切，说这么一点小事不足挂齿，如果有任何需要。这个厂商呢都很乐意在帮助比较辛苦的，不管是家庭还是孩子们。刚好呢快要接近儿童节了，那在厂商他非常大力的愿意给孩子们更开心快乐的儿童节这样子一个动机之下呢，捐出了22辆脚踏车，我们就选定了大同国小以及德高国小，家境比较清苦这些小朋友们，让他们今年的儿童节有一个让身心都很健康的脚踏车陪着他们度过。嘛，因为大同国小16位受赠的弱势学生当中，也包括特殊教育学生，所以校长认为卡车嘛是一种福建治疗的模式。刚好在儿童节的前夕有这个机会让孩子成长跟学习，让这些弱势的孩子在前夕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儿童节感谢很多善心人士对孩子的关心跟照顾。这些孩子他们身心有一些比较不健全，刚好可以这个机会让他们能够练习骑车一下训练手脚协调的并用的能力我想这个对孩子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小小卡车会当换来囡仔大大欢喜，爱心企业抛砖引玉，都希望互弱势儿童买当度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电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林德的石鼓文创园区，当年来以古价为号召，除了辛苦经营、保存旧糖厂的工业遗产，更难得的是以文创为主题，陆续将糖厂活化。现在园区就新打造一个5层楼高的流廊，会当体验8秒甲4秒两种无同的刺激，同时嘛成为全亚洲上悬的透明流廊。不过园区表示，为着安全考量，只有大人会当体验。为伫石鼓文创园区的演堂地标内，原本就是糖厂当中放甘蔗泡以及输送糖精的空间。不过经过当盘规划，现在已经打造成5层楼高的透明流廊，要互民众体验全亚洲上悬上刺激的演堂流廊。其实还蛮好玩的，能够把这个传统的文化跟这个创新的艺术结合，我觉得真的是蛮刺激的。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在这么好的一个园区。然后做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溜滑梯，那刚体验其实还蛮刺激的，刚刚是体验透明的8秒，那还有一个4秒的，希望下次可以再体验4秒的部分。第一个部分透明部分是属于就是普通级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溜，除了这个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能溜之外，其他都可以玩。那下一个白色部分是属于专业级的，所以透明部分大概8秒，那白色部分是4秒。所以专业级分需要溜过10次，而且被我们的教练认定呢，他是有达到这个标准的等级，才可以办法溜这个专业级的。当然，民众要体验流浪，爱先爬上5层楼高，被称作顶楼猫岛的步道，享受复古的气氛，甲参像进入时光隧道同款的滋味。对着石鼓文创园区来讲，多年来经营林德旧糖厂，就是不断将工业遗产来活化，注入文创价值的概念。而这摆独家设计空间再生利用，把成功为园区创造一大卖点。这个地方早期是锅炉区，所以他们的这些糖丁都要爬这个锅炉的猫道上上下下。那我们就是有一次偶然当中上了这个锅炉之后，发现到上面的猫道实在太漂亮了，太有工业风，所以想说我们可不可以人像这个糖的结晶体一样，像糖的精灵一样，就是被这个空间呢输送下来。所以因为这样的概念，我们就把这个空间属于这个蔗渣的这个储存室呢，把它打造一个属于糖精灵的体验区。演堂流浪的诞生，嘛拄好迎接4天的儿童节假期，要享受速度甲刺激民众不妨把握机会。电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
专属于台湾的芭比诗涵娃娃，是一个查甫囡仔邱博伟开了7档的时间，全台湾行透透才创作出来的。为2003年发上到今，已经有200多套会当替换的服装，都是 Q 版造型的全新设计，希望让更较侪人了解这个来自台湾的诗涵娃娃。顾客今日这间粉红、充满浪漫气氛甲古锥娃娃的店家，真歹想到架仔顶这个叫做诗涵的娃娃，既然是一个查甫囡仔邱博伟的发想甲创作。诗涵娃娃甲国外的芭比娃娃真无共款，除了会当动的关节加真济，另外还有专利的关节设计，以及200多套会当替换的百变服装。一开始呢，我的兴趣是收集军事人偶，那但是在大约2003年的时候呢，那发生了美伊战争，那就开始对战争这个题材有点讨厌，然后反战，所以我就不想再收集军事人偶了。那当时呢就想说，那自己来开发娃娃好了。可是不做男生的话，就做女生哦。但是女生一定赢不了芭比，所以我就把军事人偶可动度高的这一个特色结合到女性的身材里面，就变成了可动度高的诗涵。诗涵就是架子上这个娃娃的名字了，因为它是我花了7年的时间开发的，所以我要取一个比较有台湾味的名字，就从台湾的菜市场名字排行榜里面呢选出第8名诗涵来命名。然后它的跟芭比呢是大小是一样，可是最大的差别呢特色是它有30个关节。我设计了它30个关节，然后呢也申请专利通过了，所以呢它可以做出比较生动活泼的动作跟姿势。业者用心的设计，对细细节都能当看出来，互大日店家顾客就算是第一届来，也必深深吸引。我刚刚是在从外面你们从那个旗袍的那个造型很吸引人呐哈，诗涵娃娃穿着旗袍，那就很有兴趣走进来，才发现说里面的娃娃非常的有很多的一个造型，有很现代的，也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服装，然后看到它那个裸体的娃娃，它有30几个关节，我觉得蛮厉害的。为着要有加侪客群，业者也开发了 Q 版造型，包括大纸、赖贴图等等。充满了各种古锥的表情甲动作，同时也创造了伊的好姊妹啊，遮引伊无共款的个性，互较侪人了解台湾的查某囡仔。现在也有做就是开发 Q 版的部分，那之前会做这个东西，会把它 Q 版化，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要针对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动漫族群，然后做一个不同尝试。那因为之前娃娃的部分的话，表情上面是比较没有办法动，虽然说它的身体可动度是很高的，可是在表情上就比较没有办法做跟动，所以我们就另外开发 Q 版的造型。台湾制作的娃娃诗涵，目前也担任起台南市希望义展协会代言人，为社会公益尽一份心。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新口群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最近甲儿童相关的社会案件是不断引起大众探讨。趁着妇幼节来到进前，台南市立病院特别邀请儿童剧团改编小红帽的故事，用活泼的戏剧来向小朋友宣导自我保护的观念。妈咪，我去奶奶家了，再见。皮卡丘，等一下，你的大披萨还没有拿。我忘记了，妈妈，我叫小红帽。说小红帽，小红帽了。路上要注意安全哦。
甜甜儿童剧团改编《小红帽》这部动画故事，演员用活泼丰富的表情动作，加趣味生活化的内容，来吸引大家小朋友得到因热烈的欢迎。台南市立病院伫妇幼节来到的时刻，希望借着戏剧的方式，唤起大众对儿童少年的保护意识，也教导囡仔要安怎自我保护，避免受到伤害。儿童节快到了哈。那我想，儿童是我们未来的子龙啦。那很重要的就是这些小朋友哈，必须要让他们活得活泼、健康、愉快安全。我想这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市立台南医院举办这样的活动，主要目的就是能够让小朋友跟医院跟这个我们的整个社会能够非常的融洽而且我们要尽我们大人的力量保护小孩子的健康活泼，以及让他们的安全。所以今天的节目是蛮有意义的。在儿童受到伤害的事件愈来愈频繁的社会，台南市立病院唔但扮演守护社区健康的重要角色，同时也落实社会责任，用活泼轻松的方式来教育大众。台南新闻记者山林根采访报道。高雄阳明总病院台南分院伫今年度南台湾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评选当中，被选最佳社会倡议团体奖。第一摆参加就有这么袂歹的成绩，相当无简单，也代表社会工作界对该病院的肯定。高雄阳明总病院台南分院以社会公益行销议题，提倡个人重视爱、培养爱、及时爱的观念。首次参加南台湾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奖，在第148件参赛的单位内底，被选最佳社会倡议团体奖。非常难得，尤其该院太平间内部的整修，改变一般人对这个所在的印象。另外，感恩音乐会的举办，更是要向大众推行好德的重要。这次能够获选在这个社工那么等于算社工界的奥斯卡奖。那么我们获选为入围是前面3名的。那么在几百个单位里面，我们有获选。个人是感觉到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喜。那当然，我也很肯定我们的同仁很积极、很用心常常陪着病人，不只是走1里路，而且是走2里路所以有很多更多的用心跟付出。那像比方我们那时候筹办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太平间为主题的人生的休息站那么这个呢，就让更多的人对太平间有不同的这个观念。它本来是阴深黑暗的，让它变成是一个很阳光、很正面的，那么让人更尊重生命，更爱惜生命。另外就是我们有办很多的感恩的音乐会，让一些的家属知道要怎么对父母的孝行这个部分呢也做得非常好。那还有包括我们对外很多的劝募，帮一些病患跟家属找到更多的社会的资源。在这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比赛当中，会当入选，就算是真大的肯定。院方表示，不管是太平间的参访活动，也是音乐会的办理，因拢是用丰富的爱来感动医疗同仁、病人甲家属，引起社会的重视，创造出有价值的社会公益活动。而这也是因得奖的主要原因。台南新闻记者山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度台南儿童文学会在教育局的规划之下，总共有13项活动，要开发学童多元的阅读兴趣，参像爱上图书馆、课册推荐等等，用活泼的方式，让囡仔轻松加入文学的世界。台南儿童文学会13个主题丰富又多元，亲像是校园电影日、囡仔故事嘉年华、文学拄着艺术等等，这寡主题拢是教育局用心设计，来引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
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有几个今年呢的特点哈，一个呢就是呢，把文学跟天文呢做一个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南瀛天文馆呢来办理呢这个夜宿的活动哈，让学生呢既可以了解一些天文的知识常识，然后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的一些文学活动呢做整合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呢，我们今年呢在推书奇幻旅程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特别呢，让我们的学生可以透过一卡通来搭乘我们6条哈这个干线的公车，然后来做学校跟学校之间的这个文学交流哈。那我们有些学校他就带着他自己所这个产出的绘本哈，然后呢去跟有校呢做这个交流的活动。台南儿童文学月鼓励学生多多阅读，因为阅读会当增加看待事物的角度甲方式。13个主题活动要用多元的方式培养学生的知识。台南新闻网站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3月31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